万军之耶和华如此的说：因此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。主哦，是的，如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以马内利的应许就活化在我们里面。此时你的孩子们在你的圣殿中，我们切切的渴慕你，圣灵好，保惠师好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等候你，你就在我们里面，以马内利。主耶稣好，你知道我们靠着律法，我们行不出来你的样式，行不出耶和华起初造人的那个美好样式，更行不出来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牺牲的样式。
所以耶稣好，保惠师来，在我们的里面赐下能力，赐下安慰，赐下启示，见证你。主好，更是求你借着圣灵，使我们满有能力。再一次，我们来赞美圣灵。何等荣耀，何等福气，这里圣灵在我心，今增救主，启示真理，光照恩惠必富。圣灵来施施我们力量，来见证神，更是给我们力量，来释放我们。愿主说在我城市，生命圣灵释放我，使我脱离罪律辖制，脱离死亡的压迫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倒空，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倒空，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。圣灵好，我们在人里面已经得到完全的自由。不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以生命的代价释放了我们，圣灵后你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丰丰满满的将主耶稣的爱
和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圣灵好，帮助我们领受主耶稣所说的，信他的人要从腹中流出那活水的江河，活水江河来。圣灵，我渴慕你，我如困鹿切慕溪水，深愿圣灵解我渴，使我尝到丰满的滋味，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圣灵好，充满我，充满我。圣灵再说一次，我路过路切慕溪水，深渊深能解我渴，使我尝到丰满滋味，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再更深的祷告，我路过路切慕溪水，深渊深能解我渴，使我尝到充满滋味，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渴求圣灵充满我，叫我倒空，叫我剥夺，圣灵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愿主圣灵充满我，将我倒空，将我剥夺，愿主圣灵充满我。主啊，圣灵，是的，我们再一次侍立在天父的宝座前，我们再次宣告，我们是属于圣灵，我们是属灵的活人。在今天，我们都活过来了，因为耶稣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后，当我们在聚集在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来宣告，我们是属天国的百姓，我们照着你，我们什么都能做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思慧，一起带我们来宣告主祷文。弟兄姐妹。